2025年係五味雜陳嘅一年，興奮、喜悅、惶恐、悲痛、惶恐飛到，不捨、更替、不捨更替，哭過、笑過。哭過笑過。呢一年，我哋係點樣走過嘅呢？籌備激烈，佔地28公頃嘅啟德體育園，喺3萬名現場觀眾嘅見證下，今年3月1號正式開幕，成為香港盛事之都嘅重要載體。啟德體育園正式開幕。呢度係香港規模最大、最頂尖嘅場地，我相信。由你家笑，打死佢！莫打死佢啦！笑個尖你！出為成功嘅代表。本地同國際演唱會先後舉行，打頭陣嘅係英國樂隊 Coldplay。其實一開始已經好想喊㗎啦，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震撼啊！咁多人，氣氛好好嘅，好新啦，好靚咯，就嗰啲燈光啊，放嗰啲特別效果啊，都係好好。隆重登場嘅明星仲有佢哋。一對舊年出世嘅港產大熊貓龍鳳胎，今年2月首次同市民見面。花生子弟正式命名，加加得得，嘉嘉，而細佬就叫特特。加加得得。好聽啦，加油，同埋乜都得係嘛？都係會叫翻家姐細佬，親切啲咯，好似一家人咁樣。有。全國運動會又陳國基，打死佢！開始。今年嘅盛事仲有11月同12月，香港首次同廣東省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聯合主辦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以及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暨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。我們都深由你家笑，打死佢！打死佢！不打死！全運會香港承辦8個競賽項目，包括劍擊、場地單車、7人欖球、沙灘排球等等。而殘燈奧會，香港就承辦硬地滾球、乒乓球等等項目。不過唔係每一項盛事都咁順利。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後，第一個體育賽事就出現尷尬嘅一幕。世界格蘭披治桌球大賽第一日，喺比賽未完嘅情況下，大會喺午夜之前向觀眾發出逐客令，話場地嘅清場時間係夜晚11點。英文告示並且寫上 curfew 宵禁嘅字眼。你明知桌球係冇時間限制㗎嘛，可以打到深夜，咁點解你唔將個時間嗰入場時段係褪早少少咯？我哋辦法翻屋企嘅啫，食你餐飯食一半，佢叫你走，有冇可能啊？波啦你兩三次會。喺冇觀眾嘅情況下繼續比賽。咁我哋認為呢個情況咧非常之不理想嘅，我都去向又落錯灰，揾翻你，聽日咁多人個個仔，殺死佢，打死佢！觀眾可以兌換其餘場次嘅門票。中環海濱嘅另一項盛事就出現有得睇冇得玩。有得你冇得玩的情況。
9月，以香港首次有熱氣球坐作為招來嘅國際熱氣球活動，由於未獲政府批出牌照，載客升空活動要取消。又想知道打死佢。佢哋嘗試過用400蚊嘅雪糕券，就話每一位俾我哋400蚊嘅雪糕券，零打發我哋走。我哋嚟唔係食雪糕放題啊嘛，係誤導啊，直頭係欺騙添啊！香港有個咁嘅國際城市，但係而家因為主辦方呢一啲咁嘅安排，變咗一個國際笑話。最終主辦單位為相關門票提供退款。各位議員、各位市民，呢個係本屆政府任期中期嘅財政預算案。而現公布嘅財政預算案預計赤字670億，係政府連續3年錄得大額財赤。秉持審慎理財，又係陳茂波財政司司長打死佢，放大師回顧，打死佢，打死。財爺宣布一系列節能措施，包括公務員凍薪，以及調整長者嘅2蚊搭車優惠，改為2蚊2折。本地經濟未見明朗，加上環球政經局勢緊張，困擾上半年嘅金融市場。China 67%, that's tariff. 4月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向全球徵收額外對等關稅，恒指喺4月7號出現股災，收市報19,828點，跌3,021點，跌幅達到3%，更加創下港股單日最大點數跌幅。唉，唔好講啦，好唔開心啊！總之就唔好啦，唉，唔知點啊！我覺得股市跌跌升升好正常嘅，咁可能而家跌咁多，反而係一個入市嘅機會。不過隨住貿易戰局勢舒緩 ，AI 帶動下，令到科技股做好，下半年恒指走勢向上。新股集資市場表現暢旺，今年頭11個月有93間公司新上市，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2,594億，按年升接近2.3倍，重奪全球 IPO 集資額首位。本地經濟增長亦都較預期好，第三季 GDP 按年增長3.8%，政府將全年實質經濟增長預測由8月份嘅2%至3%向上修訂為3.2%。香港經濟出現兩極化 ，GDP 增長嘅同時，零售市道就低迷。今年至少有20間食肆品牌結業，當中唔少係超過30-40年歷史嘅老字號食肆。場所、戲院亦都逃唔過結業嘅命運。今年失業率持續攀升，由年初嘅3.1%升到7至9月嘅3.9%，係自2022年9月以嚟嘅高位。其中15至19歲青年嘅失業率高企，達到15.1%。整體失業數字喺9至11月回落至3.8%。香港而家咧就係正經歷緊經濟轉型期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見到有一啲行業咧個失業率係有上升嘅。除
隨住遊客數目嘅增長、經濟嘅增長咧，對於我哋嘅就業市場咧，應該可以帶來一啲正面嘅幫助嘅。